表兄，请啊，表弟请。此报牛得好学艺，一托云长不敢自。听他理想他长远计比，满盈心中想。不知从无知意，哪里来的表弟？文秀心中见了梯子他不成，万兵兵也飘飘的，这真是千古佳话万事黑。来迎我笑，泪放心谁想？我在哪里见过的无一丝想不起？表兄听懂，表弟请。表兄听用心，表弟请。啊，表兄，今日你行可得中，真是可喜可贺啊！表弟，你我同课得中，大家同喜。啊啊！啊！啊，表兄，我与你言谈几句，稍事便要分别了。表弟，你如何往啊？我要到河南找亲去啊！哎呀，真是巧极了。瞧什么？愚兄我也要到河南找亲去呀。哎呀，真是巧得很。啊，表兄，你找的是哪一家？哎，表弟，你岳父是谁呀？毕竟我家岳父是大大的有名。我家岳父也不差哦。哦，请问你岳父姓什么，做什么？哎，小姐叫什么名字啊？请问你岳父姓什么，做什么？小姐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家岳父是并不上书查填表，小姐查来应。哎呀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怎么不得了？啊，表弟，这河南开封有几个查填表，几个查蓝印啊？只此一家吧。只此一家。那为什么我家岳父也叫并不上字查填表，小姐查蓝印啊？哦，请问表兄，你是何人为媒，何不为嫔呢？哎，表弟，你是何人为媒？何不为嫔啊？我们是岳父大人亲口许婚，你呢？我啊？是。小姐与我情，在无边上有情。
的，我与那佛鸾开小情，我与他便是飞过大流，哎，没鱼啊！那么是成过亲了。哎呀呀，此话从无实起呀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这件事倒叫我什难定。你不是我要到湖南找亲了的，你我相逢之天堂，找亲之事太心急。少年金榜大名第，同房花烛心在听。小姐是才貌上亲似无比，我与他是天生一对好夫妻。他那里有生有欢喜，我这里越听越好奇。我心想如今上有来接的，女小姐我看看谁无情，谁知道有夫将兄弟配表的。我与他私定终身听此言来小心心，私定终身真是老眼睛。小的呀，我已将真情告诉你。我有一女有心，我把你兄弟。人间万望好别离，无论朝亲娘去。少卿岂有养生的道理？真正岂有此理！只见表弟生怒气，大叫文秀无知意。女兄设言旁是理，实在是兄的小姐比容易。哦，你到底为小姐费过多少心？闹过多少计呀？这个啊！你不是我要到后南找亲去了？了的呀。讲。风无名得道开封问究竟，才知他救
你到底是娘与不娘？不娘，你当真不娘？这还有假的不成吗？那你不要来了，你要做什么？不要在外面寻死去！哎呀呀，你不要死，你要去，你不能死。答应了，你去死，你去死！你死我好去拜天地。小弟实在无计，心思迷昏也忘记。你今常愿从弟弟，何愁我从女配娇妻？我的，那小姐与我有情，是同是养不疑。小姐非我结不嫁，问就非她不娶妻。王娇弟谁是美傻小姐，这不算莫非无生女无妻？
人早起不去。哎，你到底是鬼不鬼啊？不会，不会。小姐，我为了你的终身，挑你养在了门前下跪，你在跪中不是我的无中知道嘞。表弟，你错定了愚兄之求。跪下了。哎，万一一之君，万一一之君，冤家。哎呀呀，表弟，因我乃表兄弟相称的冤家二字从何说起呀？你在近前来仔细地看一看嘛。近前去仔细地看看。哦，莫非你是查什么？查什么？查什么？哪里看得？哦，那就是查夫小。啊！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真正岂有此理！嗨，我说你是查，你是查什么？查什么？查什么？哪里看得？我说你是笑，你是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真正岂有此理！莫非是查夫小姐？薛郎不必多虑，我正是查来也。小姐，薛郎，小姐，你是怎样的到此啊？冤最高来望断天涯路，空
最怕见神，黑夜里路与你母舅金父辈，为的是寻找你徐郎。